北港妈祖世界特等的农历3月19、20两天举行哦。今年嘛申请21个放炮的地点，为着要维护空气的品质，环保局会来出动5台的移动式的监测器哦，要来监测空气。当年旧历3月19、20，北港妈祖绕境起过，其中北港礼炮也是国内3大炮之一，也是绕境活动的重头戏。不过为着维持空气品质甲绕境的特殊，今年申请设战炮场有21搭，会伫咧新桥经过的时阵，才大量放炮啊。依照炮点的申请路线，然后做安排环境整理，还会安排在3月20农历的3月20及21，下定环境整理。假日会比较多，去年假日有150几吨的炮屑重量，往年如果遇到非假日，大约会落在130几吨。鞭炮有集中管理，没有那么多私人公坛在放鞭炮所以比较绕境队伍不会互相被牵制到。北港镇公所清洁队表示，北港妈祖绕境是北港的重要活动，真侪信众拢会传真侪炮仔来迎神。清洁队嘛会调整人力，全力配合清炮仔夫。云林县环保局今年嘛出动5台车载式移动空气监测器，随时监控空气的品质。示警的那个仪器本身会变成一个颜色的变化，它会变成红色、红色、紫色，最严重到紫色紫爆嘛，然后会这样释放出来，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开始在那个脸书就会提醒巷弄住居民，就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。现在有绕境队伍通过。环保局表示，随时监控空气品质，若是 PM2.5超过标准，就会随甲庙方沟通减放炮仔。不过，嘛要呼吁民众，若无照规定申请战炮场，所违反规定大量放炮仔，造成空气污染也是噪音，会去防以控污法裁罚，上当罚10万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